镜头转来咱国内，大甲马西警伫咧600个警察的护送之下，4月初7饭点过1点40分的时阵，顺利通过抢救的一级战区中华民生地下道。不过，这规个行程是慢超过6点钟，创下上晚纪录。 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往前走，往前走！苗人一直催紧行，大家镇南宫妈祖9天8暝的绕境，本来预定七人暗时7点半通过彰化市民生地下道，暗过行程延误6点钟，一直到初7透早1点40分才到位。 艋舺经过民生地下道，一直拢是全国的焦点。为了避免发生抢救的冲突，彰化县警局今年部署600个警察加910个街道牌，佮由44个有柔道跆拳道专长教官组成的机动应变队随叫，有优势警力过程正平和，3000个信众沿路伫拍扑啊，佮大声喊我爱大甲妈。 苗人评估今年是历史上上慢通过民生地下道的纪录，比2016年1点30分原纪录搁慢10分钟。主要原因是进入彰化灌溉了后，软桥卡人真多，沿路点心站嘛多，地动过了后，信众嘛希望妈祖会当束缚。 以前啊，吼，几年人拢会出来，啊，过来有就是大家吼，多第5天啊，第3吼，啊，会使讲妈祖比喻啊，重视的比喻，会使讲这个地人遐尼大，啊，结果会使讲真轻啦，吼，啊，相信妈祖会庇佑咧这台湾这个土地平安快乐。 彰化初7日城有伫落尽雨，啊，毋过沿路民众真热情，伫溪洲乡是有宫庙的顶头来迎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